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5，诗篇38篇9节、15节安尼讲：主啊，我的心愿你拢知，我的吐气嘛无对你暗藏。上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上帝啊，你袂应答我。三甲来祈祷，在阮心愿阁要应答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对创世以来就认捌阮，对阮未出母胎，你就知影阮，伫阮未形成，你就知影阮的道路，也为阮定着一切的全能、全智、全知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大山未形成，小山未受造，海也未有，你就拣选阮，也看阮做你所欢喜。主啊，这样的恩典奇妙伟大，阮怎通无懊恼感谢？主啊，伫世间虽然有苦难，总是伫你的内面要有真正的平安。主啊，因为阮的心愿你拢知，阮的吐气嘛无对你暗藏。主啊，阮仰望你，阮的上帝啊，你要应答阮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